港人北上消費 floor， 帶北京嚟嘅堂哥去皇庭廣場食正宗嘅粵菜。好吃嗎？好吃好吃，這個飯真的香。佢竟然又有呢個廣東嘅核心技術，肉餅撈飯。仲真係冇推薦錯。如果你想帶北方朋友嚟試，即係廣東特色，廣東嘅味道出到嚟，同時好精緻，好適合請客食飯。我聽講這個叉燒，叉燒這是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叉燒。咁當地，哇，好難得啊！佢個皮可太過香啊，唔知點解。燶咯，又燶。我淨係推介爆汁乳鴿。嗰個黑松露乳鴿咧，黑松露嘅味有啲長啊。如果真係好中意食乳鴿咧，你嗌爆汁乳鴿，佢會將乳鴿最好嘅狀態俾到你。你最想食乳鴿咩味？有肉汁、香脆、皮脆嘅，有肉地嘅。你想一種最完美嘅乳鴿嘅味道俾到你咯。哇，爆汁外面。滴晒。哇，多咗啦！係咪好似個光明乳鴿啊？哇，大佬光明骨完全係整蠱咯，有鴿味但唔腥。呢個喜上鴿咧，真係我每次帶朋友過嚟咧，每次大家都係好滿意嘅。佢總店咧係茶樓咁嘅，就喺春豐路嗰邊。呢一間新鋪頭咧就喺皇庭廣場，大家真係一定要嚟試下佢哋嘅乳鴿啊！仲有呢個黑松露乳鴿煲仔飯，超正。